来看高文铁的消息，民众党的主席高文铁一向主打是清廉勤政，不过最近任来这个案件，为金华城还是讲金华城到北树科风波，只嘛也未煞。更加好，北检以他日案的调查伊列为贪污的被告。今日这高文铁呢，头一摆正式的回应，伊直接讲应该办的是台地讲的案件，只嘛就是典型的三六加的第二届叫围救调。不过呢，伊嘛讲啊，这个最近呢，争议遐济，非常去到这个海渡法师所讲的，讲伊的业种真重。弃捐案，还有什么艾滋案、北市科再加金华案，我就想起了这个海涛法师跟我讲的。你的业障重。可以家己讲，真正是业种真重。去北检他日案列做贪污被告了后，郭文泰头一遍回应，因为最近前摆的案件是一件接一件，为北树科到金华城的案件，哪里拢唔帮伊刷。这个是典型的围魏救赵了，因为台之光大家都办不下去，蓝绿都有，这个办下去会死人的。他就开始拿这个金华城的北市科出来。怎么讲破混战术？郭文泰是爱讲，这全部拢是为着要转移焦点，严国议员拢无拍算要轻轻放下。简书培也了当年郭文泰透过专签协助金华城超用这个奖励，尤其前一天台北市都发局长是安尼讲的。资料上面看来是有交给市府，然后再交办，所以是交柯文哲市长交办下来的事情，这件事是属实，是不是？是，应该是交办个什么指示，他要通过，这不一样哎。我说那媒体乱下标题，我先讲哦，你们不改，我就真的一个一个告了。也不过，那件花城案，郭文泰则讲，爱市府将录音甲录影拢公开，双方掠包为109年11月初4到111年7月初8，台北市府甲14间尖在的厂商约谈，规个过程拢无录音，也无录影，未事先的笔会。我们去拜托访谈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义务来参加你的会议，所以通常这种访谈不会录音录影啊。我这说的，确定国民党、民进党唔敢，后摆你拿，我记得哦，同样的案子那边，我赌你们不敢上网公开了。无论安怎，强杰也是爱清楚回应。毕竟过去的郭文泰常常讲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。他说，若是最后判决的结果不利，那会伤害到民众党的形象，强杰嘛会影响到2026年的选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